主后2024年4月30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。患难中的瓦克，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56篇第1节到13节。诗篇56篇，大笔的金丝，伫加迪，互非利士人掠着的时节，交互圣乐长，调用远远无声的混接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吞踏我，规日攻击压制我。我的对敌通日吞踏我，至高的上帝啊，攻击我的人真多。我惊吓的时，我要倚靠你。我倚靠上帝，我要称赞伊应允的话。倚靠上帝，我就无惊。为死的人会当甲我安怎？因规日歪曲我的话，所想的拢是要害我。因自责埋伏，缀上我的骹步，长等要害我的性命。因做歹减话逃脱。上帝啊，求你发受气，互这个对敌屈服。我的悲伤，你有记录，求你将我的目屎收伫你的被地，这个减无拢记伫你的册。我求救的时，对你拢会活转身提起。我知上帝为我。我倚靠上帝，我要称赞伊应允的话。我倚靠上主，我要学乐伊的话。我倚靠上帝，我就袂惊，人会当甲我安怎？上帝啊，我要照你所下的愿，对你献谢恩的祭，因为你有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护我的骹无绊倒，互我得到活命的光引带，行伫你面前。患难中的倚靠，大笔伫咧逃避扫罗追杀的过程中，逃到非利士人徛起的加迪。非利士人对大笔印象无好，因为伊拍败非利士人大汉人歌利亚。撒母耳记上悬21章记载，有人看到大笔，就去甲亚吉王报告。大笔担心受报复，就钻空踮晓。亚吉王看到狂癫的大笔深奸也还讲：恁看，这人在起笑，恁哪甲伊带来我遮？我遮减有欠少人，恁哪甲带来？毋通互这人入我的厝。大笔因为安尼顺利度过危机，了后伊就去米甸阿杜兰洞。当咱遭受威胁困难的时，惊吓也是各样负面情绪，拢是正常的反应。2023年8月，庙宇关一条偏僻道路，互发现有一家5口沉死伫车内，死者翁某拢真少年，3个儿女中上大个也不过才7岁。根据警方调查，死者一家人感情融合，毋过疑似面临巨大经济压力，才选择行上绝路。根据报道，丈夫的家属有人从事义消工作，得知这个噩耗，深感悲痛，袂禁伫更后表示，无想讲平日救苦救难，却救袂转来家己的亲人。这是偌尔啊感伤的代志啊！伫咱的生活中，也可能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，除了财务之外，也有健康、家庭关系、情感、纠结、人际关系等等。
若甲范围放大到国家和世界，无论是天灾、政治危机、经济困境、疫情，还是战争冲突，搁较互人感觉惊惶失措。特别伫咧写4篇56篇的时，拄好踮伫一个危险的情境中，伊互敌人追杀，无人愿意出手帮战。伊毋知影下一刻会有啥物人事物来威胁伊的性命，为着逃命，大笔不得不欺瞒别人，填空假小，通找求性命的存活机会。对外人来看，大笔仔像无啥物尊严，也是人权。虽然安尼，大笔却无陷入伫绝望，也无落入恶者的牢网。就算环境艰难，互受敌逼杀，即使大笔必须四界闪避，甚至装小填空，可是伊并无随便找人诚做伊的倚靠，反倒继续倚靠上帝。大笔对上帝的信心，为基督徒立下一个典范。就算伫困难中会感觉惊吓，依然坚定倚靠上帝。伊专心找求上帝的保护甲拯救，展现无比的信心。大笔深信，无论啥物款的患难和境遇的困难，上帝必定帮助伊顺利度过。倚靠上帝，毋是一种空洞的信仰，反倒是实际的行动。基督徒倚靠上帝，毋是因为安尼就袂面临困难，反倒是知影会当甲问题、担忧和惊吓全然交托互伊，相信伊的能力甲带领，知影无论啥物处境，上帝拢应允，伊永袂离开咱放杀咱，伊是咱的避难所和随时的帮站。默想，我啥时会感觉惧怕？搁伫啥物情况下倚靠上帝咧？我啥时会感觉惧怕咧？搁伫啥物情况中倚靠上帝咧？咱做伙来祈祷。公义慈爱的上帝，求你提醒我，无论情况偌尔惨淡，拢爱会记得，伫我惊吓的时阵，我倚靠你，愿我会当伫信心中倚靠你，相信你的力量和应允，互我会当甲别人共同克服困难，搁经历你来的平安和保护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结平安。